今集預告，跑馬就跑不停，世界盃都係不斷喺度踢緊㗎喇。而家喺32強嘅階段，除咗馬膽之外，今集都會介紹一場世界盃淘汰賽俾大家參考下。去片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又嚟到 NetChan 頻道嘅時間啦。咁呢集節目呢，就係 NetChan 馬膽嘅。每個賽馬日我都會揀2場賽事，每場賽事揀1隻馬膽同埋幾隻配腳俾大家參考下。大家都知道啦，呢個係一個公平、公開、公正嘅頻道啦。每個賽馬日回顧馬膽之前，每個賽馬日提供馬膽之前呢，都會回顧翻上次賽馬日提供嘅心水嘅。上次呢，NetChan馬膽第一隻係第7場嘅創寶區3.3倍跑第4，我只能夠總結呢隻係一隻失運馬。咁啱即係安排到潘頓騎啦，整個14檔預埋個慢步速，攝又攝得唔靚啦嚇，3搭咁樣，咁啊結果就最壞嘅情況出晒嚟之下，咁啊跑過第4，咁啊都無話可説啊！失運馬就係失運馬嚇，再次講多次失運馬。呢啲馬其實一早應該有頭馬交代，但係今季搏嚟搏去都係未有，冇辦法啦！呢啲就真係時也命也嚇。另一隻堅先生咁就1.2倍啊，真係好堅啊！嗰啲飛啊，嗰啲飛真係好堅啊！即係12個半 win， 我都唔知點樣買落去嗰啲人真係好勇敢啊！喂，講真，田泰安唔算跑得好，呢場馬真係淆底，你見到一出閘衝咗場，衝咗前面冇遮擋跟前。其實好危險啊！佢嗰啲位啦，但係隻馬即係對手太弱啦，隻馬都係銳咁，所以都贏得輕鬆咯。但係呢啲馬12個半，我講真我都嚇到嚇一嚇嘅，真係講真。田太安個跑法咁啊，上次呢 Channel 佢話轉得勝本能都係落地嘅。咁啊，上次高出賽要馬繼續係未有好成績啊。第5場嘅奮鬥心天威同埋第7場嘅天外富天呢，雖然都係啲冷門，但係都未有咩好精彩嘅演出。咁希望今次嘅高出賽用馬可以回歸之前嗰啲強勁氣勢啦，就包括第2場嘅飛仔精神同埋第11場嘅金金小子嘅。好，事不宜遲，講講今日嘅提供。未講馬膽之前，講下淘汰賽咧。今日想介紹一場，上次講咗佛德國平手盤，揀咗佛德國啦，結果臨尾1秒鐘佛德國基本上係對住空門射咁滯啦，斜出。咁當然啦，入咗都未必計，因為咧可能越位，唔肯定啊，可能越位。但係都佛德國其實都買咗個盤，你基本上全場係睇下收唔收足個盤嘅啫，結果走盤。嗱，今次就一定會有分勝負啦，因為我買嘅係晉級隊伍墨西哥。墨西哥主辦國之一，分組賽表現都係具說服力。厄瓜多爾普普通通嘅就講真，唔係踢得好好嘅啫。臨尾驚濤駭浪出到線，係因為贏咗德國。你覺得話贏德國好勁啊？你今日睇完德國，你知德國係咪去到好勁咧？唔係去到好勁嘅啫。厄瓜多爾普普通通、正正常常嘅球隊。如果你話喺中立場踢啊，墨西哥厄瓜多爾，你問我中立場踢啊？都可能係5.5、4.5波。而家你喺主場踢咧，墨西哥踢得咁順咧，係6-4波或者6.5、3.5波㗎啦呢啲。咁個賠率唔乏味，1.48倍，絕對唔乏味啊！呢隻馬我覺得係，唔係呢隻馬，呢個賠率係絕對唔乏味。大家諗下，平時你買隻15蚊位置嘅，你都唔會覺得好穩陣。我覺得呢1.48倍算係幾穩陣㗎啦。相對賽馬，因為馬會賽馬抽水多啲嘅。原則上，就算馬會足球嘅賠率係幾咁差勁咧，佢嘅抽水成分都係少過賽馬嘅。咁所以呢個1.48倍嘅墨西哥晉級咧，相對嚟講係比15蚊嘅位置咧係再穩陣啲嘅啊。咁所以大家聽朝未跑馬之前，早上9點鐘啱啱好啊，開個電視睇一睇墨西哥買咗1.48倍晉級咯。我就買咗一注噶啦。咁睇下大家有咩想法啦，咁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嘅。好，講完足球世界盃，講下聽日場次。第一個場次我揀第5場，第5場馬膽揀翻10號威利金箭啦。貴神啊，而家真係貴神啊！上次臨尾
堅先生唔好講啦，臨尾嗰場金牌活力又翻生嘅隻馬。貴神季初好勁，中段沉咗一輪，季尾而家又醒神翻。威令金線轉倉，大衛希斯係咪大衛希斯轉過去？係轉咗貴福特，兩次都跑得好，兩次都跑第三。今次真情1000，循序漸進啊！呢啲真係講真，呢隻馬唔應該去到咁短嘅馬，跑咗2次啦，啱啱啊較啱啊！真情5檔亦都好跑，相信貴福特季尾調教呢隻馬嘅狀態，相信佢真情檔位亦都唔差咯，咁啊揾佢做馬膽啦。配嘅選擇第一隻揀6號起專龍啦。佢未跑4歲系列之前啊，跑嗰啲1400、1600咧都係喺2班好硬淨嘅，休息咗一輪，抽咗好檔，咁你點都要拖拖㗎啦。第二隻配嘅揀7號美麗星辰，又係4歲系列跑彎咗少少㗎啦嚇，4歲系列跑彎咗少少，跟住喺4歲系列之後再跑多1兩場，普普通通咧唔係太好，前嗰場還好，上嗰場就差啲。但係大家唔好忘記，唔係首先第一呢場賽事對手，即係除咗嗰啲硬淨嗰啲咧。邊線嗰啲馬咧唔係好多好鋭，咁我寧願揀呢隻馬。喺跑經典1哩賽之前嗰場爭鋒賽咧，係同白鹿金剛基本上同道㗎。白鹿金剛係咩啊？打比冠軍啊！咁所以係有一定級數嘅。不過佢跑完4歲系列，亂晒龍啦，跟住再出嚟跑多2場，咁啊減翻少少分配咗鍾易禮9檔喺外邊遊走下，睇下會有咩表現翻嚟啦，拖一冷嘅。第三隻係揀翻9號嘉應奇兵啦，呢隻馬都係上次水準高嘅，今次升班，由周俊樂世一變成潘明輝，由個內檔變外檔，咁都好多折扣要打噶啦，但係上場係勁，咁你所以點都要拖埋啦。所以場馬打10號威尼金箭嘅配腳選擇6號起專龍、7號美麗星辰同埋9號嘅嘉應奇兵。未講第二個場次之前，講有啲付費會員計劃啦，有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啦，同埋 Patreon 嘅賽前收費計劃。WhatsApp 嘅臨場分析計劃咧，咁應該去到聽日，我諗晏晝12點左右咧，就有全日嘅初步首選、次選、副選啦。去到聽日每場賽事開跑之前6至8分鐘咧，有最後嘅首選、次選、副選啦，場地形勢、騎練動態、孖寶飛數同埋個投注建議嘅。咁大家知道啊，我係非常之着重買星水孖寶嘅啦，因為平時買到馬會咧，佢係最少抽你17.5%，其他彩池可能抽你25%。如何長期戰勝呢啲抽水，就係買啲星水嘢。譬如上次賽事顏色之王精英紅心，如果你買2串1 win 嘅話，你只係收20.54倍，但係孖寶係派32.1倍，星水足足56%，仲未計 Touchwood。如果精英紅心跑第2嘅話，你都有安慰獎收喎。所以長期買星水孖寶咧，絕對係可以去抵抗馬會嘅抽水嘅。如果大家對於我臨場分析同埋星水孖寶通知圖表有興趣，歡迎經過 WhatsApp 68447635或者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去聯絡我，去攞啲有關於臨場分析同埋星水孖寶通知圖表嘅資訊㗎。但係未必有人啱臨場分析嘅，因為禮拜3晚你可能翻緊工啊，禮拜6日你可能家庭日，未必可以坐定定去聽我啲分析同埋睇我啲投注建議。所以 Patreon 賽前分析非常適合你。超叻會員啦，純支持啦，可以買次選副選啦，足球股票啦，免責聲明同埋魚眼腳獨家分享。極叻會員純支持咧，可以買次選副選足球股票等免責聲明啦，養眼腳獨家分享同埋所有場次、所有馬匹嘅馬分數都會放上極叻會員欄。大家平時有睇我直播計碼，或者係有時我一出馬膽片咧，都會放啲分數出嚟俾大家參考咧，都知啲分數係非常之具有參考價值㗎啦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咁我有第二個場次啊，第二個場次我揀第11場，第11場嘅馬膽我揀翻2號嘅財將。嗱，呢啲馬就都好大挑戰㗎。咁轉場，副榜就1、2、9咁佢都 OK 嘅，轉咗場係大挑戰啦，對手唔同咗一批。但係呢隻馬就係話俾你聽，係一隻好有能力嘅馬。呢隻馬係最難計數，因為你每場進步，每場進步，每場克服難度咁跑咧，佢都係跑得好咧，唔係咁易計數。但係上次升咗3班，因為喺4班臨尾贏短馬頭位嗰場咧係好多意外之下贏啦。所以只係加6分，上次升班其實考驗唔係好大，今次轉場就係一個考驗，但係可幸咧，佢檔位都係好。我諗呢啲馬咧，其實大嚿飯咧，一隻9 1磅馬咧，其實佢跑沙田咧，隨時係好過跑馬地咁，所以銳開嘅馬揾佢做馬膽啦。
配嘅選擇頭兩隻係揀翻上次同方班嘅愛馬仕撳住贏啦。上場水準我其實覺得唔錯嘅，愛馬仕撳住贏，超寫意贏馬嚇，水準高嘅賽事我自己覺得係當日彎前貼欄跟前有利，超寫意撳住贏，得到河王係有賺嘅啊，彎前貼欄啊跟前啊，得到河可能爭少少啦，但係都係彎前貼欄跟前嘅呢三隻係賺，愛馬仕就係稍為蝕嗰隻，因為佢彎前走二碟。翻到嚟都跑到個第三，辣得準就係蝕到盡嗰隻啦，又係走外碟啦。翻到嚟跑第五，辣得準係次次落飛，即係嗰啲飛，我哋攞辣足準嚟做指標啊！次次啲飛數係嚇到你黐線嘅，係11、2倍落到4、5倍咁樣次次，即係唔係傻啲錢，即係聰明錢都唔會傻得太緊要啊！咁次次咁落飛，佢都係覺得隻馬有能力，不過佢又係蝕咗形勢走外碟。愛馬仕就冇佢走得咁外，但係佢都係走外碟翻嚟，係跑得好。所以愛馬仕係跑得好啊，撳住贏，相對愛馬仕係冇咁好啊。但係你今次佢又係抽到個靚檔，咁你冇你即係呢啲叫粗俗啲講係吹你唔脹喎。咁你點都要揀㗎啦，係咪？呢兩隻咁，所以愛馬仕撳住贏都係要揀。咁第三隻配角就揀翻8號嘅無敵好馬啦。上次初出嗰啲集已經係試得好好嘅，但係因為大樹姐，因為嗰場馬好多明星馬。令到佢咧個賠率都有，係咪有10幾倍啊？臨尾7.9倍啫，臨尾都係得翻跑第三，其實表現都唔曳啊。不過今次又係真情啊，轉彎路程啊，10檔唔係好跑啊。但係呢隻馬隨雨石馬房有幾多馬可以係自購馬翻嚟，第一波又已經跑得好，試閘好跑得好少，所以啲馬繼續留意住啦。咁你費事錯過啊，咁就可以拖埋啦。所以場馬馬膽啊，2號財將嘅配嘅選擇，1號愛馬仕，3號撳住贏，同埋8號嘅無敵好馬。咁希望大家將我條片同埋分析啦。如果中意嘅話，俾個 like 同埋讚我，同埋分享呢段片俾啲朋友睇睇，去宣傳下頻道。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嘅意見都喺入邊留言嘅。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咧，都喺段 YouTube 片下邊留言，留佢謝謝 fans，我都相當高興噶啦。咁大家留多啲言咧，回覆多啲，YouTube 就會知道我一個非常之優質嘅頻道咧。咁佢就有分派有啲片咧，俾更多 YouTube 迷睇，更多 YouTube 迷睇到，自然令到 view 數上升啦，隨令我非常之微博廣告收入咧再增加多少少嘅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咁到最後，希望大家嚟到 YouTube 頻道 NetChance 談賽馬，仲要做啲直播節目啦，例如職場足球投注分析啊、海外馬直播啊、直播賽馬論壇等等啊，同埋你而家睇緊嘅 NetChance 頻道兩個頻道都撳訂閱，按鐘仔撳全部，咁訂我所有新片，你都有個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s， 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多謝你哋支持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